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尊贵的功德力仁波切，以及现场的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我们三大传承的各位大法师仁波切、堪布、葛西法师、僧众，以及在座的与会的贵宾所有的法友首先我代表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向各位热烈的欢迎和鼓掌，多谢德累，大家阿弥陀佛。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多年来一直致力推动三大传承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我们认为，遵照达赖喇嘛尊者的四大使命之一，如果能促进所有宗教的团结是非常好的。至少我们也要努力于促进导师佛陀的所有的追随者团结合作。因此，佛研会10几年前开始举办三传论坛，开始对话的空间。为了感应共同的导师释迦牟尼佛，我们也要致力于推动佛诞节活动。佛研会认为，对于台湾汉传佛教特别有影响力的是禅宗，禅宗又以菩提达摩大师特别重要，因此将大师的四部论点翻译成藏文，将有助于藏传佛教也要认识汉传佛教。去年我们邀请佛研会的成员堪布次任长期担任译师、负责正向翻译重任。堪布他不仅仅是通达藏文内外的学问，过去他在六祖坛经等汉文的经文翻译成藏文的工作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堪布非常欢喜地答应我们的邀请，在今年圆满完成翻译，也顺利印刷出版。我们今天能有顺利举办新书发表会，我再次要特别感谢堪布的贡献，请大家鼓掌。谢谢堪布，辛苦了。那佛也会继续持续推动把其他语言重要的经典翻译成藏文，通过这些经典翻译，我们希望能除去彼此误解的障碍，增加佛教三大传承之间的认识，促进三大传承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台湾树立所有佛陀追随者团结一致的典范。佛研会每年固定举办藏传佛教僧众会议，也就是下午的弘法论坛，举办今年已经是第12届。主题的论坛的主题相当多元，有讨论佛教的渐修行，也有讨论在他藏传僧众的责任和弘法方式等各种议题。虽然佛研会的僧众成员各自都有百命的弘法任务，但大家都非常认同佛研会的重要性，对于佛研会的运作和开销有赖于佛研会僧众每年的赞助支持。佛研会的所有的事务也要都僧众成员开会共识决定，作为主席只是布达会议的结果发言者而已。除此之外，佛研会重启对于台湾社会关怀，特别是过去台湾发生重大地震、水灾的自然的灾害，或者是上来严重的意外事故，佛研会和许多僧众们都有主动前往祈福加持回向。总而言之，我要特别感谢百名众这个当中出席发表会的长老、法师、贵宾，感谢你们对本次发表会的重视。诸位在台湾社会各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也许多信众们的益之处。藉由今天的机会，希望提出一些我们共同需要思考的现况和问题。
当前佛教徒人数逐渐减少，尤其年轻人的信众更是越来越少。例如前公路赞颂法会上，几乎看不到20到30岁的信众，大部分都是40到51岁的信众为主。此外，僧众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许多寺院的众人数持续下降。对于佛教徒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因此，我们每一位佛教徒，特别是我们每一位法师、僧众，都应该思考如何应对这个危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这个问题不需要在今天就有具体的答案，而是希望借由今天的聚会，呼吁大家我们一起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并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自己的心上。最后，祈愿大家在今天的新书发表会上都有能够收获。感谢大家，阿弥陀佛。